買樓送兩地牌啊！一出屋苑門口就係港澳直通巴士站，一站式直達返香港嘅東涌、荃灣、太子同埋澳門嘅新葡京嘅。首期2萬蚊起，2到4房都有，送埋全屋家私電器俾到你，而且樓下街鋪全部開晒業嘅。我哋即刻上去睇下。上到嚟實體樓咧，一入門口就有驚喜啊！呢間房都係贈送俾你嘅，126方嘅精裝大5+1房啊！呢間房做個書房、兒童房，完全都係冇問題嘅。首期2萬蚊起拎包入住，咁樣嘅大單位，仲要做翻南北對流俾到你嘅。呢邊就廚房位置啦，嗱咁就係擺個雙門冰箱位，完全都係冇問題嘅。嗰邊呢就係望翻成個花園景觀啊，視野景觀非常好嘅，望翻成個中軸園林、白色園林景觀嘅，全部做好晒，有埋會所、泳池同埋球場俾到你嘅。頭先樓下就嗰邊，一出門口就係屋苑直通巴士，直達返香港嘅東涌、荃灣、太子同埋澳門嘅新葡京噶啦，方便快捷，實用率去到100%嘅，而且周邊配套成熟齊全，5分鐘車程可以到返山姆會員超市、華發、商都呢啲大型